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，离最近几啊份的民调拢排名第三。侯友宜最近哪像是来改变着选战的策略，是出大力在喊郭文铁。侯友宜批评着郭文铁发言像烟火，看起来真水，但是风一个吹就散掉。伊嘛甲郭文铁来话话，唔通对着民进党来热风点火。虽然侯友宜讲，家己只不过是实话实讲，不过针对郭文铁最近提出的要重新来启动两化服务的谈判，侯友宜是再度炮火真美，警惕郭文铁常常拢是以前讲的，甲后壁做的无共款。柯文哲市长其实他常常就这样一个态度嘛，以前说的跟后面做的会完全不一样嘛。一听到对手郭文铁提出重启服务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随加攻击，除了直接郭文铁，敢是为了要挽救支持度？我只不过实话实说，看到的现象就是这么一回事嘛，也看到他常常说一说，到底后面就没有个结果嘛，所以很清楚，我只是把真话讲出来。那批评郭文铁、侯友宜嘛，积极争取少年人的选票，是讲19暗时到台大甲学生座谈，和学生呛讲拢无点到台大学生，至于讲敢是有暗中的安排。都在叫台大，水准比政大差吗？一张提问都没有办法点到台大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我面对所有同学，我都很诚恳、很务实的做好每一题的回应。所以同学来自四面八方，我们都真正的去面对。希望提出让同学满意的答案。主持人陈以信强调讲，问答拢是随机点人的，大概学生拢无熟悉。那侯友宜前进校园的同时嘛，全力要整合蓝军的力量。最近陆续拜会前国民党主席连战甲吴美荣，嘛得到两个人公开表态唯一支持。2024年的选战愈来愈激烈，转手围攻侯友宜一再出招，全力冲刺，嘛讲会当改变战局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